国军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演练，今透早伫咧屏东九平基地演练出来发生意外，一粒爱国者自行飞弹发射出去，无几秒就伫咧半空中爆炸。这详细原因呢，军方也搁伫咧对查。透早5点左右，屏东九平基地爱国者2型飞弹升空，对画面上正平下边一直飞去，无想到发射4秒了后，熊熊爆炸，变做一粒火球，飞弹碎片伫空中散开。国军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27日第3天，分别由海军射击用户反舰飞弹、标准1型防空飞弹，空军是试射爱国者飞弹、天宫天前者防空飞弹。头一粒爱丽飞弹其实发生爆炸意外，加在第2粒有精准拍到目标。最后登场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正常发射，直直飞向天顶。对着爱丽飞弹家己爆炸原因，空军是无说明，只是讲各类弹药拢按照计划场景执行完毕。国防状况也依照接见停事来处理，幸好会由评鉴小组进行检讨。中科院会跟美邦来共同来去调查。那我相信，那每一次的演训就是替我们国军去寻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，还有一些问题点在哪里，那能够更让我们准备好未来面对战时挑战时的各种状况。爱丽飞弹射关达到25公里，是咱国重要防空伙伴之一。根据了解，军方甲美方代表正伫收集相关的资料，也是真拄好。2年前，爱国者飞弹也捌发生家己爆炸意外，学者观察，这摆发射爱丽飞弹应该是接近保存期限的急技品，应该赶紧来检查同一时间出厂的飞弹。在保存状况上面可能是没有问题，可是在这个爆炸这一块，或者是在它的一个触及，在这个触发爆炸的这一段，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同样时间进来的同一批出厂的飞弹，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？国军经由实弹操演电视防空飞弹的拦查能力，也演练机动的部署。天宫3型飞弹发射车，方看到出现伫台东四维路一段，4台飞弹车部署啊，近海边的大路，发射机已经呈现90度直角的接近状态。另外，陆军第5作战区伫台中进行天马操演，投入拖式飞弹，互官兵实在拖花战场环境进行实战射击，精准拍到目标，展现国军防卫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